谢谢大家的配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今仔日咱回来到伫咱的圣殿，咱带着一个喜乐满足的心来感谢伊，阿门。为着这个礼拜经历的，你有什么代志来值得感谢的？来想看卖者，厝里的人，也是你所做的代志。是你的健康，哇，这拢值得咱感谢上帝。当咱每日赞许上帝的法度，这个人就是有福气，阿门。所以咱真做上帝的百姓，咱是上满意的，是上赞的吼。这个时，牧师要邀请咱兄弟姊妹，咱起立。哇，咱伫顶礼拜洗礼兄弟姊妹嘛，慢慢转来到伫咱的中间吼。即嘛，这拢是咱的永光家人咯吼。桂叶啊个主音对吧？是因拢是拄啊洗礼哦。咱拍步啊！欢迎因真做咱永光家人，永光家人对洗礼迄一天开始，一直到永远，拢是永光家人，对吧？好，所以咱真感谢主咱这个是咱要备办咱的心，咱要来唱歌，吟诗学乐咱的上帝，求圣神运行伫咱的中间。咱举起双手，咱来欢迎圣神。咱做伙来讲，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靠无你。圣神，我靠无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要用使徒圣经，咱来告别咱的信仰，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林内受苦，定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阿门。咱为着今仔日，咱要来学乐主，为着这个礼拜，咱所领受的真济恩典，咱要来喊话3摆哈利路亚，举起咱的只手，咱来喊话哈利路亚，就是讲上帝。耶稣得胜，我俄勒耶和华来哦，咱要来喊话1、2、3，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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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做伙带着喜乐的心，来用这首诗歌来俄勒咱的上帝，因为咱的天父恩典真正大，阿们吗？阿们。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地紧传。做伴，咱着照亮伊的阮，日日永有存。好在的艰难变成欢喜，欢乐变。
我是要邀请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只会用咱的舞蹈来学乐咱的上帝。我是要邀请咱的舞者当上台，咱只会用咱的舞蹈来学乐咱的主。天地稳定心正大，天地地传，无论风雨也变静，伊拢地做伴。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嘛来你边仔的人，甲伊讲，你跳舞有够水的，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看到咱每一个时代人，每一个少年人在跳舞的时阵，拢带着欢喜的心，所以感谢主，互咱永光教会是一个跳舞的教会，阿妹吗？是当咱学乐的时阵。所有的挑战拢要无去，因为上帝甲咱同在，阿门。咱就会来吟这条诗歌。一路虽然有欺骗，却看见永远的地。我要喊我你的名，也是最后的胜利。当行行包围心肝，亲像夜里。大
感谢，咱要献给咱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来甲边的人讲，大汉人拢已经倒去啊！大汉人拢已经倒去。阿门。咱是得胜搁有剩的基督徒，阿门吗？阿门。阿门。感谢咱的主，互咱充满信心。所以伫咱人生，无论咱行过偌济的挑战，无论咱即马当在面对什么款的挑战，阮相信咱的信心，对上帝来的信心，会当互咱搁一摆搁一摆来突破。阿门吗？阿门。行伫旷野的路，乱石淹没我的心，我跪落困求你，搁较找求你的心意，求你看我稳你，无论天有5摆，较无中心的开来，
典的人，因为咱会当伫过去起初迄款信主的热情，到达咱游玩搁伫遮，咱无伫中间拍无去，拍无的若伫遮，即马嘛倒转来啊！阿门。因为圣神甲咱叫倒转来，因为上帝听咱，上帝无爱一只羊来拍无去，阿门。所以上帝伊要爱咱倒转来，所以点倒咱的心，互咱的心搁一摆火热起来。阿门。不管你即摆情况怎样，可能是伫咧病痛内面，也是有拄着什么款的情景，兄弟姊妹，主耶稣讲，无得惊吓，既然劳苦担当的来到伫我的面前，我就要互你得到安息。迄个安息就是身心灵拢要得到勇壮起来。感谢主，互咱英公教会透过咱的出游的步道啊，去旅游报道，有最这新的 best 来到伫教会，咱要来为着这 best 来祈祷，好不好？这新朋友，哇，即马统计起来差不多有780个，所以咱要为着这新朋友，互因的心会当继续互圣神来甲因唱热，点到因迄个起初的迄个火热的心。举起咱的正手，咱来为这新朋友会当来认捌耶稣，咱开声来祈祷，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来祈祷，求上帝互这新的朋友来认捌耶稣，上帝的话，圣经的话，进入到因的心内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帝灵要充满伫因的内面，因的生活要得到更新，因的性命要得到改变。哈利路亚！因的全家拢要来得到福气。哈利路亚！主感谢你，哈利路亚！阿乐主，主啊，阮大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会当伫遮唔拿敬拜，唔拿阿乐上帝，阮阁会当有迄个大道的勇士，大道遮的身份，为着遮的新的。兄弟姊妹祈祷，主要是你的圣神已经伫因的内面，已经在做工，因要行入伫一个稳定的路，就是倚靠耶稣基督稳定的路。主，阮感谢你，为着阮这一摆阮的启发的幸福小组，因带侪新的人，因听见透过影片听伫上帝你的话，知影人生有真侪的问题，迄个唯一的答案是伫耶稣。只有耶稣是人生的答案。主啊，你要将这个放伫因的心内面，一只羊，拢要倒转来到伫你的教会、你的羊条，归伫主耶稣。感谢阿乐主，哈利路亚。咱举起咱的手，咱来阿乐，大道来脚步，归给你心，伫咱的内面，哈利路亚。
信心，老叉箍火会当搁点倒无？阿门。犹原点倒，阿门。只要咱有一个靠无的心，上帝伫每一个人的身上拢要甲你点倒，就好亲像新的叉箍共款，布新的印出来，阿门。阿门。你甲隔壁讲，你甲讲，你犹原会当布新印。会当布新。阿门，阿门。咱拢是充满更新迄个生命的快乐。大家请坐，请坐。这时，咱要来共读圣经。圣经记载伫旧约圣经诗篇第119篇第9节到第10节，以及第13节到第16节，请咱做伙共读，请。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纯洁，着遵行你的话。上主啊，我要祈求你，求你，互我无偏离你的诫命。你所的规律，我用嘴出声念。亲像人意爱大财富，我咱念哪像你的道路，我意爱你的命令，袂记得你的话。圣经共读到这，愿上帝话语点伫咱的心内。这时，咱要邀请本堂周阿伦传道师来正道伊的题目是教会未来伫倒位？教会未来伫倒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咱昨还袂困醒来，咱搁较开来。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拍摄等我一下。好，咱做伙来选歌。等一下。应该有了，对，有，刚有了。好，来，咱邀请咱举起咱的正手，咱做伙来宣告来。圣经是我生命的宝藏，人生的灯塔，快乐的源头。我宣告，我信心百倍，喜乐满满。我有属天的价值，活出美妙。阿门，阿门，阿门。感谢上帝，互咱各当组织做伙伫遮，做伙来敬拜，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语。咱敢有常常听过一款讲法，就是当鼓励别人的时阵，咱会讲，咱拢是走上紧的第一名。因为咱是第一名的精子甲卵子做伙，较会争做即个巴肚内的囡仔，所以咱早着赢伫起跑点啊。咱敢有听过即款讲法？应该有一寡人有听过。所以2020年有一群世界上 top 的研究生命科学的科学家，因发现讲，咱根本就毋是第一名。好，咱免紧张，咱请听我慢慢来讲。好，所以因发现精卵的结合必须要经过3个关卡。一开始当精子开始游泳的时，这个卵子咧也发出这个化学的信号，这个信号就像香水共款，会吸引这个条件适合的精子，带因游泳游到正确的方向。所以其他无合条件的这精子，因就拢会迷路，毋知走去倒去啊。所以第一关有一部分的精子就已经去抬掉，去 get out。煞接当精子接近卵子的时阵，这时阵咱想讲走上紧的就是第一名，毋对，因为走上紧的根本就无办法入去，所以卵子的外壳有一个参像防护罩共款坚固，有参像防护罩这坚固的一个外壳。前几万甚至前几千万只的精子拢会牺牲，
因为因一直想要突破这个防护罩，想要突破，所以就拢死去啊。所以当因安尼弄出一细坑的时阵，有一个细细的坑卡，较拄好会当有一只精子冲入去，准备要甲卵子结合。但是，佫有最后一关，哦，真是真复杂。好，佫有最后一关，就是精子甲卵子爱配合的时阵，因爱完美配对，就是因必须爱哈，就像迄锁匙配着正确的锁头共款。那个卵子判断讲哦无适合，伊即个门嘛是关起来，嘛是无办法结合。一旦这个配对成功，这个配对成功，这个卵子得主动邀请精子入来，甲伊拥抱，而且伫1/1000秒的时间内，互即个防护罩搁一摆变到电扣扣，其他人都拢无办法入来啊。所以伫一开始出发这几亿个选手中，无毋对，这几亿个选手，因爱经历过3关，最后竟然敢若一只精子会成功，这绝对毋是拄好尔，这是卵子伫这几亿个精子中。找到这个基因会当互补的对象，精选出唯一的一只。所以这个科学互咱有新的发现。咱的囡仔来到这个世上，毋是因为伊冲第一名，是因为伫几亿分之一的机会内，互上帝精选。阿免吗？阿免。所以咱做伙来讲，咱毋是第一名，咱是互上帝精选。来，咱毋是第一名，咱是互上帝精选。所以诗篇安尼讲，你做我的宗妇，我的丈夫，5脏6腑，我伫老母的腹肚内，你甲我塑造。所以囡仔伫腹肚内慢慢啊大汉，拢是伫上帝的手中。啊，既然每一个囡仔拢是上帝所精选的性命，安尼后一代信仰的教育，就真做咱的责任。阿免吗？所以面对这个上帝所精选的后代，咱要安怎为因建立信仰的根基，帮助因伫即个时代徛学在呢？所以咱来看，一开始咱的囡仔来到即个世界，因会面对什么款的困难？所以圣经一开始就讲，咱今仔读的经文一开始就讲，少年人要安怎互生活纯洁？这其实做下咱即摆的时代所面对的问题。遮所讲的少年人，伫希伯来文内，指的就是对红婴仔到青少年，拢是少年人。所以诗人伊问讲，即群囡仔甲青年，要用什么款的方法，才会当伫一个充满污染的环境中，保守因的圣洁，保守因的行为甲性命？今仔日咱的囡仔所面对的这个环境，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拢搁较困难。咱的囡仔即摆毋免出门，伊只要手中有啥物？有手机啊，有平板，伊拢会当接受到世界任何的消息。在世界的价值观，就不断入去到因的心内。有一摆我伫外口餐厅咧食饭，我看到隔壁桌的一对少年的夫妇，搁一个大概2岁半的一个囡仔，伊坐伫伊的摇篮顶面，手足细，对无？囡仔手足细，手机啊，甲伊面共款大，伊就一直滑手机，一直滑手机，滑手机。滑半点钟拢也无要食饭，因为伊咧看卡通，伊嘛真欢喜。即摆2岁的囡仔得当滑手机。有一寡青少年，伊足欣赏因班上的同学，想要甲因班上同学做朋友。伊竟然问 AI 讲：“请问我要怎么开口跟我同学说话？”为着要叫 AI 来教伊要怎甲即个同学做朋友。所以当对着利用世界的流行、同学的压力、网络的迷惑，像海涌共款对咱的囡仔冲过来，即群互上帝拣选的、看做宝贝的囡仔，其实因的灵魂非常的危险。所以圣经嘛讲，贼仔来一定是要偷掠、要杀、要毁灭。所以对着想要偷走咱的囡仔甲咱的未来，咱敢有注意到即个问题？
咱也着无任何的警醒，即群囡仔伫因成长的过程中，进入到社会的过程中，真紧就会互即个世界吞噬去。所以咱必须爱认真来思考，咱要用什么来保守咱后代的圣洁甲性命？所以感谢上帝，伫咱拄读的第1节的经文，第2后壁伊就随互咱答案。伊讲，着遵行你的话。所以伊继续讲，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才免犯罪得罪你。所以经文中的藏，其实有足特别的意思，有藏起来，有保存的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讲，上帝的话语毋是礼拜日咱来到教会听圣经的故事，转去了就拢等遐到要记一日啊。所以上帝的话语必须爱亲像传家之宝共款，像传家之宝共款，故意藏伫囡仔的心内。其实咱知影，父母甲长辈送囡仔去补习，拢是出伫疼，嘛希望互咱的囡仔有上好的装备甲能力。但是，当咱的囡仔未来面对着生命的风影的时，面对着即个环境的挑战，甚至因想要放弃的时，因伫即个世界所学习到的，敢真正有办法保护因吗？所以世界的知识会当互咱的囡仔有安尼竞争力、竞争力，却无办法互因性命。所以圣经嘛讲，人若得到全世界，却丧失家己的性命，安尼有啥物利益？伫上重要的时阵，真正会当救咱的囡仔的灵魂的，敢若有上帝的真理。阿免。那安尼，咱要怎将上帝的话当作宝藏？藏伫囡仔的心内咧，所以我去研究即个犹太人的教育，看卖讲因的教育到底是安怎？为什么因的民族会当经历遐济困难，佮继续坚持落去？伫犹太人的教育中，当囡仔3岁的时阵，因第一摆要掀开圣经的迄一天，列比就是因的老师，甲因的父母会伫圣经顶滴几滴蜜，就是蜂蜜。过来，因就会叫囡仔用喙齿去蘸圣经顶的蜜。父母就对囡仔讲，上帝话语是甜的，比世界任何的物件拢搁较甘甜。搁较重要的是，犹太人因教因的囡仔，对细汉就用对话甲辩论来建立因思考的能力。所以犹太人家庭在食饭的时阵，因父母会问圣经的问题，嘛鼓励因囡仔提问，提出疑问。来辩论，透过这个过程来训练因的逻辑，甲训练因的口才。所以当咱嘛亲像安尼，陪伴囡仔将上帝的话藏伫心内，每日思想上帝的律法。这个真理就伫因的心内，成做一个坚固的防护罩。就亲像头前所讲的，卵子外口这个防护罩，会当将无好的基因在外口的这个防护罩。当世界挑战来的时，囡仔得当接受到圣神对因所讲的话。圣神会对因讲：“我所爱的囡仔，你是上帝所拣选的，你有上帝的祝福，你嘛有上帝的应允。”这就是信仰根基的力量。伫儿童的阶段，囡仔的心犹犹拍开的时，咱陪伴因将上帝的话藏伫因的心内，像种子共款藏入去。这个真理，才会成做因一生随时的保护甲盾牌。阿免。诗篇讲：求你，互我无偏离你的诫命；求你教我捌你的规律。所以囡仔会迷路偏离，是因为因伫因人生的选择中，无人清清楚楚甲因讲上帝的命令是啥物。所以教导囡仔，教囡仔。就是咱诚做每一个父母、每一个长辈，佮有咱全教会做伙的责任，咱同意吗？阿免吗？阿免。有时阵咱感觉囡仔还佫细汉，信用就等到伊大汉才来讲，还是咱感觉青少年已经叫袂动啊，无想要佮伊冤家，咱就放弃。
但是咱的信仰的教育，若是无坚持，即个世界的价值观甲对敌的声音，早就伫因细汉的时阵，慢慢啊进入因的思想中。所以信仰的教育是上帝互咱上神圣的任务，咱袂当将即个责任外包，将即个责任外包，互亲子礼拜，每一礼拜敢若2点钟的亲子礼拜。所以一个礼拜有168点钟，囡仔敢若有2点钟伫亲子礼拜尔。因为囡仔伫父母身躯边的时间是上长的，所以上帝将囡仔交伫父母的手中，交伫长辈的手中，就是要爱咱成做因生命中的引带。讲搁较白，父母就是家庭内的牧者，阿免吗？阿免。咱的长辈就是家庭内的牧者，所以你甲边仔做父母的人讲，你就是厝内的牧者，请。来，你就是厝内的牧者。所以咱爱把握囡仔犹佫细汉的时，咱主动用上帝的话来陪伴因，来教示咱的后代，就亲像犹太人的教育共款，伫厝内陪伴囡仔讨论真理、祈祷。当咱担起这个责任，将上帝的话藏伫囡仔的生命中，咱就是咧为着咱的后代铺路，而且是一条圣洁的道路。当世人看清楚上帝的话语对后代有偌尔重要，伊就讲：你所讲的一切规律，我用嘴出声念。伊讲我用嘴出声念。这个信仰的传承，必须爱是听会记的。若只有停留伫心内，就无法度传落去。一个家庭，一个教会。要安怎传承这个信仰呢？就是透过咱的嘴唇。所以咱平常时伫厝内所讲的话是啥物呢？咱平常时嘴唇所结出的果子是啥物？咱是毋是常常伫咱的囡仔面前、伫咱孙仔面前，笑纳上帝的恩典？当咱拄着经济的压力、拄着人生的风影的时，咱嘴唇所讲出来是怨叹甲批评。还是对上帝挖苦甲恶乐。圣经真言讲，喙子会当支配人的生甲死，爱利用这个权的人，就承担后果。所以囡仔人因足聪明的，因拢在看嘛，拢在听，因嘛学习足紧的。当咱愿意用喙唇传扬上帝的命令，将生命中的新热甲恩典。讲出来当作见证，囡仔人伊会当经历到这个信仰是活的，阿免。所以咱搁较爱操练咱的后代，互因对细汉不只是听尔，因搁爱学习开嘴学乐、开嘴祈祷、开嘴宣告。当真理对因的嘴唇讲出来，这份信仰就开始伫因的生命中产生一个根。所以应用教会，咱今年的宣告是2026见证而乐，对无？咱做伙来讲一遍来，2026见证而乐。为着呼应这个宣告，伫亲子礼拜中，我嘛提出今年每一个家庭爱做伙努力的3个目标，就是敬拜的声音、尊严的文化、甲见证感恩。而且伫每一礼拜、每一个月儿童的讲道内面，拢不断地强调。所以这3个目标就是咧期待每一个家庭拢爱随时充满敬拜的声音，和圣神透过诗歌来改变家庭的气氛。嘛期待讲亲子因常常会当开嘴来互相尊荣，彼此来收揽，来表达对对方的听。我嘛更加希望亲子因会当常常见证。而且感谢，讲出因对上帝的感谢，上帝安怎伫因的生命中有安尼细细的心热，遮稳定，因有看到，一定当讲出来感谢，这就是见证。所以当咱伫食饭桌顶，伫客厅内，将安尼见证讲出来，互囡仔听的时，这就是见证而乐，这嘛是咧传承咱的信仰。所以咱做伙来宣告讲，
我的厝要充满敬拜声音、尊严文化、甲见证感恩。来，请我的厝，歹势，我的厝要充满敬拜声音、尊严文化、见证感恩。当咱的嘴唇开始宣告、开始改变，过来咱就要面对这个价值观的调整。今仔日的经文甲咱讲，我意爱你的教师，亲像人意爱大财富。财富、钱，这是这个世界每一个人拢在追求的物件。所以有钱就有安全感，有钱就是成功，有钱好办事。但是诗人却伫这个时阵改变咱的眼光。因问讲，咱敢有意爱上帝的真理甲话语，就亲像看到满山满谷的金银财宝，遐尔啊欢喜。这毋是讲追求世界的进步是毋对的，是咧问讲，咱到底较看重啥物？有当时咱会当为着囡仔、为着孙仔的考试、运动，咱付出咱做者时间甲精神。但是对囡仔的信仰甲上帝的关系，咱是毋是嘛有同款的热情，用同款的付出同款的代价来重视？囡仔因足聪明的，因足清楚知影父母甲长辈真正看重的是啥物。咱也就希望即群上帝所拣选的后代，未来会当伫即个是非无明的时代，互因徛在，咱就要先改变家己的价值观。互囡仔知影讲，伫咱兜明白上帝、顺服上帝的话，比考试摕到第一名更较重要。互因知影讲，得到上帝的话语，比得到全世界的钱拢更较欢喜。咱有安尼的模范，囡仔的价值观才会当重新调整，重新来去做，因才会去珍惜即个有永远价值的真理。圣经继续讲。我哪念哪想起你的律例，重视你的道路。我意爱你的命令，袂记得你的话。当咱陪伴囡仔，亲像犹太人的教育同款，教是囡仔常常思想上帝的话，用真理去判断生活中的大小事，互上帝的话伫因甲因的生活会当连结，因就会开始食到即个蜜。就是圣经顶的蜜，这个蜜就是上帝话即款甘甜的滋味。所以倒来圣经讲意爱你的命令，另外一款讲法是，我伫律例中家己欢喜，我伫律例中家己欢喜。意思是上帝的话语对囡仔来讲，无过是因为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叫我去教会，我才做勉强的来出现。是即摆因改变啊，因家己伫上帝话语中感受到真正的快乐甲满足。所以当囡仔因拄着困难，可能是伫学校被人欺负，因就想到上帝讲你是受拣选的，你是我上宝贵宝贝的，因的心就得到安慰。当囡仔面对着危险，因为因有安尼敬畏上帝的心，因做出正确的决定。因会当经历到即个顺服的平安，即个时阵真理就对大人的信仰变做因家己的信仰啊！阿免。伫儿童牧区内，阮有一个囡仔，因讲因班上的同学常常炫富，讲家己厝里做好起来。一个囡仔伊讲，伊的同学甲伊讲：“我家有100平呢，你家多大？”因一个囡仔，因就知影100平是偌大。啊，所以即个儿童牧区的即个囡仔，听伊同学安尼讲，伊嘛开始感觉阮兜是毋是足善的？所以伊就问伊妈妈讲：“妈妈，咱兜是毋是足无钱的？”啊，伊妈妈就讲：“咱兜会无钱吗？咱食穿用拢无欠亏啊！你若想要买啥物，爸爸妈妈嘛拢会买互你，拢有上帝丰富的即个供应，即个赏赐。”所以几工了，即个囡仔的想法就改变啊。因为妈妈用上帝的话语安尼对伊讲，伊就真欢喜，甲伊妈妈讲：感谢上帝，虽然我的同学较有钱、较好业，毋过我感觉我实在较水。所以当囡仔会当伫上帝的教示中快乐，这就是咱信仰传承的目标。
咱无可能一世人拢伫咱的囡仔、伫咱的孙仔身躯边。当有一天因大汉啊，咱无办法去管因啊。但是上帝的话语已经藏伫因的心内，无论未来环境有偌尔困难，因拢袂记起上帝的话。箴言嘛讲，教导囡仔行合宜的路，因到老拢袂歪错。所以这囡仔，因是互上帝拣选，几1/1的机会，互上帝拣选，遐尔宝贝的性命，因就会浸伫上帝话语中。就算是拄着挑战，因永远会知影讲爱转来教会，爱转来到真理来追求上帝的心意。所以咱做伙来讲，教是囡仔行正直的路，请来教是囡仔行正直的路，到老伊嘛无偏离，来到老伊嘛无偏离，阿免。所以教会未来伫倒落咧，其实就在伫今仔日咱安怎对待儿童的教育、信仰的教育。伫美国有2个研究的机构，因用超过10年的时间采访8万个人，因咧调查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少年人会离开教会？所以，这个调查的结果是，人离开教会主要的原因，甲敬拜音乐、甲教会表演的节目，拢无关系，甲政治立场嘛拢无关系。这个答案就是，因大汉了，因就渐渐对信仰无兴趣啊。因就感觉信仰伫因的生命中无搁遐尔重要，所以对每一礼拜来教会，变做一个月一摆，变做母亲节、甲圣诞节来，过来就渐渐啊，拢无过来教会啊。所以咱若无将这个真理定根伫囡仔的心内，才会要承接教会未来的后代。因大汉了，因就会渐渐离开上帝。所以到底是要安怎，才会当互囡仔甲青少年继续相信上帝，继续留喺教会咧？同款的这个研究，互咱有一个愿望。伊讲，一个人若伫5岁甲17岁中，对信仰的这个体验，会当决定伊大汉了，敢有想要继续留喺教会。我佮讲一摆，一个人5岁到17岁中，伊对这个信仰的体验，会决定伊大汉了，敢有想要继续留喺教会。那伫成长的过程中，对教会有正面的这个感受，伊大汉了有84%的机会会留喺教会。那就是负面的感受，负面包括讲伊感觉去批评，感觉觉得被论断，感觉无聊，还是感觉受到伤害。伊大汉了有70%的机会袂阁去教会，就慢慢啊变做无信仰的人。所以更较紧急的是，这个研究嘛，甲咱讲，伫30岁之前，85%的信仰的转变，伫30岁之前就拢已经决定啊。所以咱若是忽略儿童甲青少年这段上关键的年纪，伊大汉了，咱要互一个无信仰的人重新认捌主，一个成功的机会，敢若剩3%。所以当咱厝里内阁有30岁以下的囡仔时，咱一定爱带因来教会，因为有85%的机会，因会当成做基督徒，这个机会真是足大的。所以这个数字对咱是真重要的提醒甲警告。这个世界早就在偷掠咱的囡仔，对着袂等甲因大汉了才动手。这就是为什么亲子的礼拜是教会延续信仰的神人培训基地。所以面对安尼属灵的征战，咱教会咱有这个信仰教育的责任，家庭嘛有同款的责任。社会上细的单位是家庭嘛，课本安尼甲咱讲的。安尼教会上细的单位是啥物呢？就是咱家庭的这一段。所以各位父母甲长辈，咱是囡仔人的牧者，咱要伫家庭中来建立这个这段，用时间甲咱囡仔、甲咱的孙仔做伙读圣经，做伙讨论上帝的话。
有足侪人因努力传承互囡仔的财产，互囡仔的厝，互囡仔世界的知识。不过，这俗世有一天拢会无去，只有坚固的信仰才是永远的资产。阿们吗？所以圣经嘛会讲，论到我，到我的家，阮决断要服侍耶和华，要服侍上主。所以咱今仔回去，咱就做伙开始咱家庭的这一段，互这个敬拜的声音常常充满伫客厅，互这个尊严的文化，用尊严的文化，咱常常收揽，表达对对方的疼。安尼食饭的时阵，甲囡仔孙仔，咱彼此见证感恩，将上帝的话语成做咱生命中随时的引带。当咱若安尼做的时阵，就是为着这个受上帝拣选的囡仔，扛起你这个属灵的防护罩。当对敌来攻击、来挑战的时，因就会继续遵行伫上帝的话，佮会徛在成做教会献给的未来。阿们。所以咱搁一摆宣告讲，我的厝要充满敬拜的声音、尊严文化、甲见证感恩。来，请我的厝要充满敬拜声音、尊严文化、见证感恩。咱做伙来读今仔的经文。来，我喜爱你的命令，袂记得你的话。诗篇119篇16节。来，搁一摆，我喜爱你的命令，袂记得你的话。诗篇119篇16节。邀请咱大人起立，咱做伙来唱这首诗歌。求你点灯，点灯阮对起作为你火热的心，主你拍开天门，用火来加添阮，愿显明你的心意，求你点灯。阮的生命成做芳芳的活祭，主你显明灵，伊伫高头帮阮，求你大大降临全地。咱做伙举起手来敬拜，求上帝来点导咱心中这个热情。火热的心，主你拍开天门，用火来加添阮，愿显明你的心意，求你点灯，兴起阮的生命成做芳芳的活祭。变烈烈，伊伫高头望阮，求你搁再降临，点着阮的心。这阵是咱祈祷时间，咱厝内搁有30岁以下的青少年甲儿童，还未信主的人的家庭无？咱有安尼的家庭，请举手。有，阮兜嘛有，阮的家族嘛有。好，敢有30岁以下还未信主的，咱厝内敢有安尼人，咱的家族内面敢有？好，请举手。好，请放来，多谢。咱即摆特别为着咱家族内在30岁以下未信者来祈祷。30岁以下，因若接触到这个信仰，会当有85%的机会会当来信主，85%是足悬的机会。所以咱为因来祈祷，咱求上帝，咱改变因的心。改变咱的心，互咱的厝内的这个青少年甲儿童，真正会当来明白这个信仰。所以咱做伙来祈祷，咱开声为着厝内30岁以下的儿童甲青少年来祈祷，互因的信仰真正会当改变，互上帝的圣情会当对因来讲话，互因能当进入教会，做伙甲咱伫遮敬拜。阿们吗？阿们，咱做伙开出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啊，阮将30岁以下
这青少年甲这儿童的性命、因的灵魂会得救，交托伫你的手中。是主啊，你所呼召的，你所拣选因的，才宝贵的性命。求上帝予因，咱透过阮爸母，阮才长辈，阮才长辈，有安成做出这个上好的模范，就伫家庭中有安尼信仰上好的模范，让阮对因传恩的信仰的时，咱真正会当来接受。主啊，阮感谢你，你改变因的心，你的性情来改变你的心，互因伫安尼有安尼新的改变，来明白着主耶稣这个上好的信仰，哈利路亚。是主上帝，阮真正为着厝内30岁以下这未信者来祈祷。主啊，阮看到这个研究有遐尼啊大的机会，因会当来信耶稣，阮的心得重新有安尼的愿望。求上帝，互阮这真做父母、真做长辈的，伫厝内会当真做上好的模范。当阮伫教会这信仰嘛活出伫阮平常时的生命中的时，阮就真做上好的见证。这个见证就引带人来认捌主，引带人对耶稣、对福音更较有兴趣，特别是这个囡仔。求上帝，互阮有安尼的心，伫厝内先改变家己的心、家己的行为，互阮嘛会当更较济的认捌主，更较济学了主，伫厝内就做上好的见证。咱做来吟，点到阮去吹奏为你火热的心，主你拍开天门，用火来结情缘，愿显明你的生命，求你念叨，兴起阮的生命真多。香香的我这，主你显明灵力，伊伫高头放阮，有你搁在甘霖，点到阮的心，星星若风吹起着我心心，好调对日的火搁在我。风的家己，相信会降临，求你点到阮对起初为你火热的心，主你拍开天门，用火来结情缘。为咱兄弟大大来敬拜主，大大来唱歌，求你点到，兴起阮的生命真多，香香的我这，主你显明灵力，伊伫高头放阮，求你搁在降临，点。在降临，点到阮的心，求你搁在降临，点到阮的心。咱就来抱声跪互主耶稣，哈利路亚！是主，阮求你来点到阮的心。当初阮对这个信仰有安怎的热情，阮即摆嘛要继续点到安尼的热情，互阮伫厝内真做上好的见证，互这囡仔看到，互这青少年看到，伊嘛会当对这个信仰有安尼火热的心。阮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向你即摆请坐。这时咱要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听，以及信心的行动，请以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
开始奉献。会众请起立。请坐。时间分享，咱请潘牧师。或者大家平安，这个是咱来关心咱的教会的消息。这是咱伫每一天的朝圣经咱的导读今仔日的经文来，咱来共读来红字的，请义人一定会感谢你，正直的人会当伫你面前徛起。诗篇140篇13节，搁一摆哦来。义人一定会感谢你，正直的人会当伫你面前徛起。阿门。是咱常常有迄个感谢上帝的心，并且咱伫主的面前，若是义人，的确会当徛起，无惊任何的攻击哈。好，过来咱来看伫即礼拜拜三。咱伫拄啊洗礼了的茂昌弟兄，伊的家庭就来拄五上哈，所以伫因的家庭有一个性别的礼拜，感谢主，即个家庭对查某囝、对太太对丈夫太太的外家的妈妈嘛来信耶稣吼所以感谢主，即个家庭一个诚做主的囝儿，所以伊的家庭即摆。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是我家之主所以这个茂昌弟兄哇，伊即马58岁，顶日去因兜性别礼拜时，伊讲一个感言，伊讲牧师，我即马再来信耶稣有较慢啦。我即马想要服侍58岁才要开始服侍，哎呀，有一点后悔，伤慢信耶稣，所以讲我即马要把握时间。我要在教会好好服侍神，有啥物服侍，我拢真愿意。阿门吗？阿门。所以伊即摆变甲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充满娱乐。所以伊的家庭即摆是充满尊严的文化。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阿门。你的家庭呢，还个人还未信主，你勇敢甲伊讲，你来甲永光教会，甲阮来信耶稣，咱的家庭会复兴。这是上帝要应允的。过来，这是昨昏昨昏牧师去到伫即个文平姐妹，嘛是咱的新的姊妹伊要一间新的厝
所以牧师去伫因的家庭遐来做一个新居的家庭礼拜。伊的爸母拢住伫屏东，爸母拢特别搁对屏东来到遮做伙做家庭的礼拜真欢喜咱永光教会去祝福即个家庭吼。所以上帝大大赏赐，互咱新的真侪新的朋友拢来到伫咱的教会吼，得到上帝祝福。好，咱搁来看，哇，咱昨下晡吼，昨下晡下早遮有160位是中会的兄弟姊妹。来遮研习会吼，下晡咱的星光学院吼，咱的星光学院去到伫保龄球馆遐拍保龄球，在座会晓拍保龄球的举手，会晓拍哦，袂歹哦吼。好，保龄球吼，参加的人，哇，咱本来报名吼是30个人，结果规场吼拢要甲咱参加，所以变100个人。所以哇，真劳练吼！感谢主嘛，透过安尼接触遮个社区的人，那安尼即遮个社区的人，遮个囡仔有机会接触到教会无？有，这就是拄则咱的阿伦团队伊咧讲的，咱爱重视囡仔，30岁以下的囡仔、青年，紧的，莫等到伊31岁、32岁，咱勇敢来甲伊讲，因为你讲出来，这就是你做对的事。毋管伊安怎甲你回应，但是你讲出来，上帝伊就会听。哇！即个阿公已经甲讲出来，所以即个囡仔，我要定着要引出来伊来到伫我的内面。阿免。所以你讲出来，就有线路，吼！所以咱爱勇敢来甲咱的细囝、甲咱的囡仔来甲因传基督的福音。好，过来，哇！这是咱的丽娜牧区昨昏去佚佗，遐这牧师问恁。咱规个礼拜有落雨无？拢落足大个对无？哇！伊拜六要去佚佗，逐个心都伫遐讲我当拜六安尼要去佚佗，还是要促销？哇！拜五用啊，牧师敲电话丽娜长老，我讲丽娜，咱明仔载吼，咱牧区要去佚佗，恁准备好啊未？牧师问伊准备好啊是什么意思？是讲明仔载天气安尼，你准备好啊未？伊讲牧师，阮拢准备好啊安尼。我讲来，牧师甲你即马来祈祷，为着明仔载无落雨，互咱的牧区去佚佗，领受上帝互咱无落雨的礼物，无落雨，毋若无落雨，佫凉凉，毋好出来足大的日头。含伊祈祷了后，透早困醒的时候，牧师会紧张无？哇，天气毋知咯，紧起来看。哇哦，天就开啊呢，无落雨呢，哇，因就出门去佚佗，去到遐，丽娜昨日暗晡甲我讲，牧师，若落雨吼嘛袂要紧，因为阮去的所在拢有病啊。我也讲无咯，一定爱甲上帝求，无落雨，安尼佚佗起来才趣味。哇，果然昨昏无落雨，阿妹吗？咱的永光教会上帝足恩宠咱的，咱的牧区若要去佚佗，原内底落雨你若到迄个所在，上帝拢甲雨水关起来，拢互恁会当佚佗。上帝特别恩宠永光教会，咱拍拍甲上帝学乐，感谢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好，过来，咱的空调哈。到昨昏差不多拢已经检查完毕，油漆要补嘛，拢差不多结束哈。所以咱感谢上帝恩典，互咱经历2个月哈，才冷气整个拢总修缮结束。嘛，感谢兄弟姊妹为着即个冷气的奉献，咱奉献已经拢到价，每一笔的奉献，毋管多毋管少，上帝拢要大大纪念你。去年所做的工，阿免。也还有咱的同工吼，咱的志豪，咱的永伟长老，咱的干事侪同工不时拢伫遮来关心，特别是咱的永伟长老，每一工拢来干工，所以伊拢比工人较慢下班，呀。所以感谢主，互咱伫即个阶段有永伟即位长老，遐尼真责任，所以咱的整个员工拢非常的美好吼。感谢主，这就是上帝听咱嘛经历着上帝，伊是
真高活的上帝。好，再来下一个消息就是咱的培育学校吼，一届一届毕业，一届毕业的哦，毕业的伊读3期了后，毕业的有几位？15位，有15位，然后伊爱完成几点钟的课程？98点钟，98点钟。所以即只的同工，因安尼读圣经，然后伫培育课程安尼读，因准备好要来真做教会的同工来服侍，真做小组长来服侍人。所以即只咱的同工拢是安尼培养起来，即就好亲像迷你型的神学院共款吼。所以训练出来拢总充满着快乐。好，过来就是咱的遮的同工有即个分享会吼。因伫培育学校内面，因所领受的学长学姐来对学弟学妹来做见证哈。好，拢伫后礼拜。好，继续，这就是咱的幸福小组伫启发小组哈。伫即个礼拜哈，咱看过每一组有新的人来因迄款的拥抱迄款的互相的尊荣所以非常的满足哈。所以你来到伫小组。所以你还没入伫小组的还没有进入小组的，你一定要进入小组，因为这个跟你的未来有关系。因为你伫未来你在行路，每一天你的小组拢在替你守望祈祷，有小组在替你祈祷，甲无小组替你祈祷差足多。所以这咱每一个人兄弟姊妹拢爱进入来伫小组。好。过来就是咱7月的中秋会时间有调整，咱再来看好。过来，好，这是假使讲恁若是伫上班，即马伫上班，伫公司伫上班，才有一个咱伫即场的报道的好机会，就是伫即个台北要办一个餐会，这毋是咱员工办啊是一个职业的一个宣教的团体因举办的。专工要互伫即场上班的人有机会邀请你的同事，伊无信主，然后来伫台北的即个餐厅，伫遐你请伊食饭，你嘛免出钱，因为即个大会已经拢出钱一个人1200块，是，所以伊是真高级的，总是伊互免钱供应互咱伫即场上班的人。你邀请你的同事，你只要甲咱的会华干事报名，然后你带伊去到伫即个台北的即个餐厅，然后伫遐食饭，中间的时阵就会有人伫遐见证即届是特别邀请黄国伦，所以咱遮的兄弟，假使你若知影，包括你的囝儿若有，即逐个人拢会当报名带新朋友安尼好，过来。咱真恭喜咱的嘉佑仪会因伫7月初4要举行结婚的礼拜所以很出席咱的联合诗班拢在练即个因婚礼的诗歌，所以伫6月27拜六暗时的7点半邀请咱兄弟姊妹你若是时间会当的咱来练诗歌来祝福新人。好，过来就是咱的君玉进前有一个大卫牧师荷兰来，迄个大卫牧师的太太，就是咱的君玉以前伊的外号叫做阿伯啦，所以大家叫阿伯但是咱即摆拢家叫君玉师母伊的教会要因为看即个牧师娘对牧师去到国外，去到非洲宣教甲牧师伫教会安尼做伙牧养，非常的用心嘛真做真侪人的典范，所以因的教会的牧师团就决议讲要甲即个咱的君玉师母甲按立做牧师所以伫因的教会伫后礼拜要按立咱的君玉师母真做牧师，咱嘛来恭喜伊嘛真感谢主，伊甲我讲的时阵，伊讲牧师伊即摆有第2个囡仔会外就会外生2个查甫的，感谢主伊要按立牧师个牧师我又怀孕了要生第3个
双喜临门啊！感谢主，哈所以咱也会当生，尽量生哦，啊无即马拢少子化吼，是所以这是上帝的祝福，产业是上帝的祝福。好，过来咱的办公室要消毒这个部分，咱也来注意。好，过来这是少年牧区吼，伊后礼拜哈6月27日因要出去旅游。好，这是青少年的儿童的。好，过来。好，咱继续为着潘恒宇哈，咱的小鱼即马伫台病院伫遐伫治疗，所以咱来为着伊来祈祷，佮有咱的玉霞姐，玉霞姐有伫遮无？玉霞姐，哇，终于看到玉霞姐啊！吼，咱甲拍拍啊来，哇！牧师敲电话吼，拢敲袂通，今仔日看到你，牧师的心嘛足欢喜的。因为玉霞姐身躯有小可需要去病院治疗吼，总是伊今仔转来到伫咱中间，代表伊已经有真好的体力哈。上帝继续医治你哦，玉霞姐，完全来医治你，佮互你勇壮起来。转来上人牧区见证，阿门。感谢主，上帝祝福咱每一位兄姐。好，过来，好，咱伫你隔壁有新的朋友无？好，来，咱做伙起立，咱互相来祝福。祝福人，你的面感谢你，你的充满你，我那拢无记。咱对头来，你主来宾祝福你，平安好气，拍拍啊！我信心来充满你，多忙多烈多好气。来哦，祝福你，得病正病。你的面感谢你，你的充满你，我那拢无记，处处大好气。你的充满你，我那拢无记，处处大好气。咱由愿徛伫牧师来为着咱祝福。但愿主爱的天父，你的恩典。你的智慧，你的能力，甲阮众兄姐同在，互阮会当领受上帝就是创造阮生命的主。阮每一个人的生命来到伫这个世间，毋是第一名，乃是唯一的。主啊，因为阮的生命的宝贵，阮就要行伫上帝你的真理的道路，互阮归向你。毋若安尼，互阮的家庭每一个生命，拢要归向伫耶和华基督。主你的恩典，甲阮众兄姐，甲阮的家庭同在，也赏赐阮健康，伫病痛内面的，阮倚靠上帝，得到医治，得到快乐，互阮行伫上帝你真理的话路内面，对答直到永永远远。阿门。你无
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上帝祝福咱每一位咱的礼拜，暂时到这来继续，大家请坐。